天的黑油就让顶尖的人物来卖啊！大家看到吗？用0.20顶天的黑油就让我们顶天的人物来卖了。OK， 所以这个顾客就是这个大家就是这个性价比非常好的机油，价钱又不讲贵，但是用了下去呢，就是源源不绝的动力。KM Plus 的黑油 ，the best。因為有都唔錯嘅，好多雞肉喺度。啊！我加油先喎。嗰日加咗未？上一次有加，呢度有加喎。都每一次有加。你中意係你睇嘅快啲，加咗咪有力啲咯，即係咪好揸啲咯，好刷啲咯，襟刷啲咯。